手牵手，有你的笑容，手牵手，充满你的爱。踮在一个世界上，有快乐甲悲伤，因为你对阮的体谅，阮的心内充满芬芳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英雄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春风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理想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永远的太阳，手牵手，有你的温柔，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你说阿茂叔叔他现在还不结婚，是不是因为你啊？小孩子别乱说话。可是你跟爸爸都分开那么久了，你看阿妈现在又积极的在帮爸爸相亲哎，那爸爸如果真的结婚了，那你怎么办？结婚很好啊，我会祝福他。你要想想看哎，将来啊，有一天啊，我也会嫁人啊，金龙啊，他也会有自己的家庭，以后剩你一个人，这样不是很孤单吗？你别这么老气横秋的，好像我是女儿，你是妈妈。好了，别说了，快把菜洗一洗啊，我等着下锅呢。好啦。不会再掉了哈，我妈每次骑它都掉，都不该修。我刚检查过了，是因为链子太长，我已经剪掉了，以后不会再掉了。然后叔叔，都是你自己坏掉的东西，都是自己修理。是啊，在台北啊，物价指数很高，能够自己动的，叔叔就自己做了。那你在台北教书，平常要做些什么？看看书啦，写写字啦，还有呢，就是跟学生打打球、下下棋。叔叔一个人是住在单身宿舍里面，所以到了假日啊，很多同学就会来找叔叔。那你一定是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哦。金龙啊，你想不想到台北去读书？我妈才不会让我去。如果你妈跟玉凤都一起去呢？这不太可能啊！我妈是传统的女人哎，她认定这里是落叶归根的地方，她不离开这里。如果我跟你妈结婚，你会不会反对？我听说你们离开陈家是因为福将的事。陈家是个非常迂腐的家庭，始终抛不开传宗接代这个包袱。你阿妈是这种人，你爸阿喜也是这种人，在他们的眼里，你妈、你还有玉凤，其实都是外人，所以福将的死才会对他们造成这么大的冲击。都是我没有好好照顾福建。金龙，你已经尽力了，福将的死跟你没有关系，他们不该把责任怪在你身上。如果我没有去河边，不是我带他去的话，他就不会偷偷溜去了，也不会死。你怎么那么自责，老是认为福将是你害死的呢？那叔叔问你，是不是也把你拿去陪葬，才能减轻你心里面的内疚呢？
其实他们不肯原谅你，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不敢面对现实。他们认为福将的死一定要找一个人来负责，而他们找的人就是你。他们为什么不找阿喜？阿喜当天不是也在面馆吗？他为什么不好好的照顾他自己的儿子，而让他到河边去玩呢？金龙，福将的死跟你完全没有关系，你不要自责。可是这件事造成了爸妈的离婚，事实。那是阿喜他自己不知道知福惜福，放弃了像你妈这么好的女人。我真的为她遗憾。阿猫叔叔，我们在聊什么啊？没什么。哎，你不在厨房帮妈妈忙？晚饭啦，早就已经准备好啦，都是你最爱吃的哦。阿猫叔叔吃饭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好香啊！好久没吃到家乡菜了。本蒸排骨，这是我最喜欢的。喜妹，谢谢你。是玉凤做的。这是我做的。我以茶代酒，来庆祝我们的重逢吧。啊，干杯！干杯！喜妹啊，阿母，你再来。生理好不？明白。包啊，摕2粒卖我。好。这钱互你。哎呦，唔免啦，哎，唔免啦，啊，你做较这小生意啊，我敢袂用骗你哦。来，快点摕去啦。这唔值钱啦，你唔通安尼啦。好啦，是妹啊，啊，迄张太太因孙啊，敢毋是转来？系啦，张转来。哦，啊是讲，我看安邦迄个囡仔吼，啊人安尼生做正斯文着哈，啊搁安尼吼，即马食迄个公家头路，又搁住伫咧宿舍的，啊这后摆若退休的时阵哦，搁有退休金好领呢，这算讲条件袂歹，啊是安怎哈？是学校景哟，啊无奈较早才怀结婚啦。是讲，你也莫怪阿母教话啦。啊，人安邦这个囡仔吼，啊嘛真有情了。啊，全工安尼为大把远安尼，都转来这看你，是伊对你也袂死心遐。我甲阿喜无斗阵，并无表示我另外会搁嫁。金良甲玉凤，你的2个孙，真乖，真捌代志。阮3个人会当斗阵生活，是我即满上大的满足。其他什么人，对我来讲拢已经无重要。好安尼啊，好啦，是讲哦，你家己哦，身体嘛要照顾吼，唔通讲顾做生理，家己嘛要小打算一下啦，吼。我要来转啊啦，吼。行好。
多谢多谢哈，多谢多谢。律师，伊敢会有问题？敢会有性命危险？袂啦，我看你脚若受伤啊，你只要小坐坐，我叫护士等下来甲你叫电话。我伤无要紧啦，律师，拜托你，你一定要甲救，拜托。有呢，你小坐坐。多谢你哦，拜托拜托。阿母，阿母，哪变安尼呢？医生讲，阿母是中风啦，可能以后吼行路就无啥方便啊，你也有心理准备。早起搁欢欢喜喜出门，讲去找下水浸嘛，下晡就倒伫遮。这款代志，啥物人也唔知影。我听护士讲，你阿母来病院时阵，脚头有去刺伤的，有要紧无？袂要紧啊，一点仔尔啦。辛苦你啊！自从咱离婚了后，阿母都毋捌互你比好面相，你搁遐尼关心伊。我会安尼做，毋是因为伊较早是我的大家，我才会安尼。就是算讲，我拄到一个无熟悉的人，我嘛是会尽量甲帮忙。你知影，我较含慢讲话啦，但是我原来会讲，多谢你啊！你毋通遮客气啊！你来，我就放心转去啊。较等下这大堂若做完吼，你就叫护士来换哈。好。较换医生的来看阿母啦。好。我来转。师妹。啊。多谢啦。袂啦。阿母，像师妹遐尼贤惠的查某人，敢讲你拢无这个福气，有这个幸福呢？谁帮我把车子推过来？是我。喜妹，我到市场去找你，结果听市场的人说，你把阿喜的母亲送到医院去，还受了伤，脚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一点小伤。看你走路都一跛一跛的，明天就不要再做生意了啊！我也好久没有休息了，趁这个机会可以休息休息。扶你进去，小心。我是个读书人，本来这句话是不该说的，可是我非说不可。你这样做是不智的，不要忘了，当初你是被阿喜的妈妈给赶出来的。小心点。事后，他们也没好好的善待你。外婆，你别这么说。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怎么能用值不值得来衡量呢？何况我以前在陈家的时候，他也对我很好。他们要是真的对你很好，就不该在你蒙上子之痛的时候把你给赶出陈家。他们这种行为根本就是落井下石啊！那个时候大家的心情都很乱，谁也顾不了谁，怎么能说是落井下石？你呀，就是心眼好，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。我看你是被陈家给吃定了。兰芳，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对这件事情我的反弹会这么大。帮助别人本来是件很好的事。喜妹，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再跟陈家有任何牵扯了。来，这样，师傅，谢谢。他来了，小心哦。累不累啊，玉凤？不会，玉凤真能干，现在什么都能做了。来，谢谢。妈，
阿嬷中风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医院看看她？你们愿意去就去，我没有意见。阿妈中风了，爸不知道一个人照顾得好吗？应该可以吧？可是爸一个大男人的，每次都笨手笨脚的，一定不会把阿妈照顾好的啦。玉凤，那你去好了啦。好啊，去就去啊。菜都快凉了，吃饭吧。啊。好了，别说了，赶快吃哈。喜妹，你的腿不舒服，干嘛不叫玉凤帮你洗呢？我是腿受伤，又不是手受伤，而且玉凤还写功课。我来帮你洗。哎，不用了，我马上给洗好了。你今天好像胃口不太好。真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粉蒸排骨是我最喜欢吃的菜了。可是你吃的不多啊。不是你亲手做的。哎，今天在餐桌上听到的，都是你们3个人在讨论陈家的事儿，我一句话也插不上嘴儿，好像是个局外人一样。真不好意思。金冷跟玉凤啊，从你身上遗传到一副好的心肠。一顿饭吃下来，我听到的都是担忧关怀，半句怨言都没有。他们小时候，我跟阿喜都在店里忙生意啊，都是阿嬷一手把他们带大的，也难怪他们2个会想阿嬷。我真嫉妒阿喜，才能娶到像你这么通情达理的媳妇。只可惜啊，她不懂得好好的珍惜你。我哪有你说的这么好？喜妹，我上次跟你提的事，不知道你考虑怎么样？我假期快到了，我准备回台北。我打算带你们3个人一起回台北。我一定会用我下半辈子好好的照顾你们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喜妹，我上次跟你提的事，不知道你考虑怎么样？我假期快到了，我准备回台北。我打算带你们3个人一起回台北。我一定会用我下半辈子好好的照顾你们。再说，金龙跟玉凤他们也要考大学了，他们需要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，更需要一个温暖正常的家。你就算不为你自己打算好了，你也该为孩子想想嘛。你们3个再待在这里，只会跟陈家纠缠不清，跟阿喜藕断丝连的，对大家都不好。我不认为照顾阿喜的妈妈是跟陈家纠缠不清，跟阿喜藕断丝连。我只是做一个朋友该做的事。安邦，就算阿喜的妈妈没有中风，我也不会跟你走。烈女不识二夫。国强过世以后，我改嫁给阿喜，已经很对不起国强了。现在我跟阿喜离婚，我也不会再改嫁了。你的条件好，学历又高，将来一定会找到一个比我更适合你的女人。你不要那么固执，你不要为了陈家断送你自己的幸福。我不是为了陈家，我是为了我们彼此好。你对我这份情，我会永远记在心里。喜妹，我知道你拒绝我只是一时，你还忘情不了对阿喜的感情，对不对？我对你的感情这么真，这么深，我相信，只要我等下去，我一定可以等到你的。我们的感情，在我嫁给国强之后，就已经缘尽情了了。你还要再继续等下去吗？